对前一阵高丽菜大收，甲往来外销被退单，一连串的农渔产滞销的问题，议会定期会上午特别要求农业局提出因应的专案报告。农业局除了针对中央的预警调节产量，另外嘛对内外销来加强。不过伫个往来被外销退单以后，只会用转向别个国家，甚至鼓励民众大量来采买。有人担心类似的情形会陆续来发生，就亲像阿嬷棍去用定调的，倒不如提升品质来加强行销。这个产销失衡之后，一直叫民间企业一直捐、一直买、一直买，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的产销永远会失衡。就像我们李宗翰议员提到说的，去用地价哪有你就死呀，哪有用地的你就死呀。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会只有凤梨这样的一个农产品，所以局长，当然在这次的凤梨的产销里面，我看不到我们农业局这个部分有做到什么。人家需要的，我们其实是可以反过来掐住他的喉咙，所以它其实是带着外交意涵，它是一个外交武器的东西。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一个足以当外交武器的东西，变成反而掐住自己的命脉？我觉得这东西你必须要去思考。积极的农业政策应该是怎么样去保障我们农渔牧民的权益？除了品质的提升，行销其他国家，另外贸议员建议产量的调节加加工嘛真重要。对此，农业局长回应，产销甲加工一直拢有咧推动。媒合来农产品的相关资源，他平常就在辅导他们啦，而且创造县内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啊。因为他们附加价值出来了以后，他们不止对自己的产业，他们的就是所产销的价格会提升，而且会塑造专属我们当地人的特色。咱高菜当做足侪，咱若万若自产的时阵，咱会当加工，咱会当互咱农民讲，伊虽然袂当卖好价，但是加工品袂当，因为你这个物件爱随卖一礼拜、10天、1个月，拢规拢无去啊，冷去啊。歹去呀，歹去呀。但是咱若加工了的时阵，或许它的时间延长，让它有更好的价格。加工的部分哦，我们会开发多元的产品哦，去做研发哈。阮嘛有透过农会咧做一寡加工品哦，比如讲咱6甲关田农会有做菱角的排骨汤哦，菱角的猪骹哦，比如咱咸水有做迄个因做薏米，咱有做咧肉笋哦，用咱的肉笋来做薏米哦，等等遮。以目前4、5月份台南正值盛产的往来为例，台南种植的面积大约占全国的15%，一年的产量大约有7万公吨，会用创造14.2亿的产值，其中外销大约占1成左右，而加工只有1%。未来农业局会加强行销其他国家，甚至启动多元加工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